歡迎大家收睇小伙子頻道金價又創新高噶啦，咁但係個人嚟睇咧，金價見頂嘅機會咧都相對大嘅。究竟點解咧？咁啊，最主要兩大原因啦，就係技術上啦，同埋呢個市場氣氛上嘅。咁另外啦，喺呢個歷史角度嚟講啦，頭先都睇咗唔少影片咧，都講緊咧，喺呢個後流動性提升嘅年代咧，金價咧隨之然咧都受惠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通常喺金價創新高之後嗰一年左右啦，Bitcoin 亦都會創下新高啦，甚至乎咧到達牛市嘅頂部嘅。究竟咧歷史點睇咧？咁啊一陣間同大家回顧翻啦。咁啊都有個舉不作由投資嘅常講分享。錄影時間咧2025年嘅4月22號下晝嘅12點22分。12點20分，Bitcoin 做咗88,000蚊嘅，咁呢條非常優先啦。如果想早啲睇到非常想睇晒成條影片咧，歡迎大家訂閱啦，貪十分之緊要，8蚊一日，遲啲16蚊一日，課程134蚊美金一洗。咁啊 topic 啦，金價見頂嘅應該咁價，金價見頂嘅兩個原因啦、睇法啦或者咩啦，咁啊呢度咧一陣同大家講講啦。咁之後咧，Bitcoin 咧就有可能咧會嚟到一個終極爆升嘅原因，都係非常之簡單，就係當金價好貴嘅時候，而又想增加避險嘅，或者喺呢個體制以外，傳統金融體制以外咧，其實得三樣嘢嘅啫，就係黃金、白銀同埋呢個 Bitcoin。咁啊喺前兩者升完之後咧，可能就會升埋最後一陣 Bitcoin 㗎啦。咁啊即刻睇睇啦，呢啲台先睇啦。咁啊分開幾多部分啊？10部分㗎啦。咁啊 BTC 價格 update 啦，金嘅 update 啦，即金嗰個技術指標啊，再同大家睇睇係咪超買嚟嘅升度。咁另外啦，呢個叫做BTC 同呢個金價嘅一啲歷史嘅走勢嘅對比啦，跟住咧就係第四部分流動性而家個情況啦，跟住啦就係會員部分其他嘅三大教訓。BTC 嘅 MACD、USDT、Dominance 大戶而家做緊啲咩？小伙子而家大戶有冇入貨？咁一陣同大家睇睇，咁同埋其他山寨幣 Randa、Ondo 嘅 Prom 幣嘅最新分享咁啊，即係之前講過啦，都係相對上貴咧。係要賣出啦，甚至乎咧等一等嘅，咁等翻幾多錢咧？總之而家88000都係個阻力位置，唔好搞咁多嘢住啦最多都係賣咁啲甚至乎咧觀望為主啦。咁即刻睇睇啦。第一部分 BTC 價格 update 㗎啦，BTC 價格 update 一日圖啦，又1小時圖啦，相對上咧唔係好靚仔嘅，RSI 都好鬼高嘅，咁所以咧觀望為主啦，甚至乎如果你有升得多嘅山寨幣咧，可以走咁啲，就好似 Randa。啲咧就咁啲先，咁等佢回翻落呢個比較大嘅支持位，包括呢個之前好之前可能83000咧，唔知有冇機會到啦。咁但係咧用翻短期角度嚟講咧，就唔係咁靚仔啦。等翻佢個 RSI 去翻中性線，咁啊一日圖之前所講啦，3日圖都係相對上靚仔嘅，所有嘅指標終極黃金交叉呢個黃金交叉真係一個唔係講笑啊，真係4年一次嘅啫。咁啊有啲人話唔係喎，仲敢講嚇？講係咁講啦，原來呢個交叉真係好鬼耐未見過。另外啦，一啲比較大嘅阻力位同埋支持位咧，即刻望望啦，拉翻闊少少4小時圖啦，跟住拉翻闊少少啦，跟住咧我哋再望翻黃藍呢個成交量嘅表啦，咁嗰個位置咧通常都比較大嘅支持或者阻力。咁例如話呢個位置啦，83000、84000咧就比較大嘅支持位置啦。咁另外啦，最強大嘅一個阻力位置咧，大概就喺呢個96000呢個位置，同埋96000啦，同埋呢個94000咁而家都係持有為主嘅。咁但88000一個叫心理關口，有冇見到對上嗰3次1、2、3咧都係一個比較大嘅阻力，咁所以咧可能要再徘徊震盪嘅多一段時間，同埋咧 RSI 嗰啲咧都唔係咁靚仔嘅啦，咁所以咧觀望為主。咁另外啦，第二部分啦，而家金價咧，小哥知3400喎，我睇好多新聞咧話再升到唔知咩4000蚊啊，甚至乎4500蚊嘅。咁見到咧各大新聞我就 search 金價啦，各大新聞咧都話而家入手黃金還有意義嗎？如此類推。咁我哋即刻睇睇咧其他大行嘅睇法。咁呢度有寫啦都睇睇先。高盛話金價咧創4500蚊。咁通常咧呢啲咁嘅大行又好，或者係名人高手咧出嚟講咧，某個資產咧會再衝破某個新高嘅時候咧，通常都係一個見頂嘅信號嚟嘅。對我嚟講啦，即係話第一個危險信號咧，就係創完新高之後咧，仲要大把人講話咧會再創新高，去到4000甚至乎5000蚊。咁但係呢個叫做金價嚟講咧，其實都係相對上升得多，因為金價咧咁多年嚟咧都係喺2000蚊度嘅，你冇聽錯，而家咧都係升多咗50%。
50幾% 㗎啦，咁所以咧都係一個幾罕有嘅事件，咁啊，所以呢樣嘢能唔能夠持續咧？咁啊，個人嚟講咧就應該比較難啲嘅。原因咧，我哋即刻望望啦，而家3500又再創新高，向3400，而家3500。今日即刻望望啦，咁所有嘅指標我哋撳翻一日圖，所有指標 RSI 都係唔靚仔㗎啦，都係咧高嘅。咁啊小哥即係之前嗰你所講啦，話咩2017、2021年金價創新高。嗰陣時嘅 RSI 幾多啊？你自己望啦嚇，嗰陣時嘅 RSI 2021，我哋撳翻呢個5日圖啦，撳翻2011年咧，金價2000蚊左右啦。咁我哋綠色線咧就係呢個 Bitcoin halving 嘅，咁啊 halving 之後咧，Bitcoin 咧就有冇見到 halving 左右度咧？Bitcoin 金價就創新高，之後咧就回落，跟住就到 Bitcoin 創新高，有個前後嘅情況。咁但係咧有類似嘅，有冇見到第一次咧就係呢個掂到呢個由呢個1000蚊咧升到1400蚊，升咗40% 左右咧。RSI 咧就見頂啦，咁 MACD 見頂交叉㗎啦。咁啊第二次啦，2020年312之後咧零息同埋咧大放水咧，咁啊金價咧大概係呢個睇下先啊，金價咧大概係呢個2020年嘅8月度咧見頂啦，接近2000蚊嘅 RSI 咧 MACD 咧都係終極見頂嘅。咁啊今次啦亦都好類似啊，今次升得更加誇張。我覺得呢樣有啲似咧 Bitcoin 升到最後嗰啲高度情況，而家升到3400蚊，直線上升 RSI、MACD 全部咧已經係升無可升㗎啦，咁啊亦都係十分之誇張。咁所以咧極不建議咧而家去追入啊，甚至乎咧成個市場氣氛咧都係咁荒謬嘅時候咧，都係十分之不理智咁，都係嗰句啦嚇，唔好搞咁多嘢煮。咁但係咧，咁即係簡單嚟講啦，技術分析嚟講啦，我就望長啲，望1個月圖，全部都係極端事件。咁小可知極端事件之後點咧？唔使講啦嚇，呢樣嘢係維持得唔耐嘅。